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8月4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信实的上主与忘恩的子民。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上12章8到14节。首先，我们要来看 RPG 的金句：你们若敬畏上主，你们的上帝，侍奉他，听从他，遵守他的诫命，你们和你们的王若对他忠诚，你们就会平安无事。撒母耳记上12章14节。在伊索寓言里面有一则故事，说一条鳄鱼很想爬到岸上去看一看，所以就从水里爬了出来，但不知不觉就爬到了沙漠中。由于天气炎热，鳄鱼浑身没有了力气。这时候，他看到一个小伙子走过来，鳄鱼就惊喜地对他说：“看得出来你是个勇敢的年轻人，不仅勇敢，而且还是个大力士吧？你能不能帮助我回到水里呢？我快要完蛋了。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”善良的小伙子同意了，就背起鳄鱼走了。快到河边的时候，鳄鱼在想，这么强壮的人，他的肉一定很好吃，到了河里我就可以饱餐一顿了。小伙子把它放到河里，他却一口咬住了小伙子的腿。年轻人，我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，你不如好事做到底，把你的腿给我当晚餐吧。你这忘恩负义的家伙，怎么不讲信用呢？小伙子就骂道：“你说我把你背到河里，你就会报答我的，可是你现在却要吃我，这能算是报答吗？”鳄鱼说：“你误会我了。要是在平时你落在我手里，我早就把你整个吞下去了。现在我只要吃你的一条腿，这已经是对你报答了。”小伙子找到一旁的河马说：“河马，怎么也听了也不相信哦？鳄鱼这么重，你怎么可以背得动？要让我相信，就再背一次。”小伙子没办法，只好把鳄鱼又背到原来的地方。这时候河马才说：“小伙子，你现在还想要救鳄鱼吗？”亲爱的朋友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想要救鳄鱼吗？可能不会哦，因为他忘恩负义哦。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这位信实的上帝，他会拯救那悖逆的百姓，因为他是信实的上帝。在撒母耳的告别演说中，他提醒以色列百姓，上主是何等的信实。撒母耳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，他如此声明自己的清白，并不是为了他自己的面子。其实撒母耳是要说明，让以色列的百姓认识到这是上主的信实，所以呢，他提醒他们，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，上主是如何对待这个民族的。他特别强调，当年不是百姓要求摩西和亚伦来带领他们，是耶和华上帝设立了摩西和亚伦来带领他们出埃及。从第7节开始回顾，这位上帝向你们和你们的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。那公义的事就是对的事。撒母耳是要强调的是，上帝做的是对的事，而以色列百姓所做的是不对的事。虽然撒母耳他只是用了很短的几节圣经，
但是这几节经文就说明了一个重要的模式：以色列百姓遇到危机的时候，他们就呼求了这位上主上帝，那神就为他们预备了一个领袖来拯救他们。无论是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呼求，还是一直到士师年代的呼求，都是一样的。如果他们做了不对的事，这位上帝就让他们陷入到另外一个危机里面。他们呼求这位上帝，上帝就打发人来拯救他们。这一个模式让我们看见神是何等的信实。然后从12节开始撒母耳就讲明这位上帝是如此的信实，以色列是如此的不信实。到了亚扪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不是乖乖的说：耶和华上帝啊，求你再来拯救我们。他们在这个时候反而弃绝了耶和华上帝。他们说：求你给我们一个王，意思就是说他们不要耶和华上帝这个王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做的是何等愚蠢的事。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愚蠢，但是永远不要忘记圣经所写以色列人所有的这样的愚笨的事，其实就好像一面镜子。上帝借着这面镜子告诉我们这些人，我们一生不知道经历过多少上帝的恩典，经历多少上帝的信实，但是多少的时候，我们只是遇到一点点的困难，有一些需要的时候，我们不来寻求这位信实的上帝帮助我们。我们可能会像以色列百姓一样，反而要去找一位王，可能从人的当中来寻找，从其他的神明当中来寻找。我们在上帝以外要找一个可以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人，来满足我们的需要。那我们试想，多少时候我们以为这一次上主一定不会来帮忙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想办法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不信的恶心。这种不信的恶心是耶和华上帝非常不喜悦的。那我们无论从任何的角度来看，耶和华上帝对着如此没有良心的百姓，就应该说算了吧。可是撒母耳在这里告诉以色列百姓，耶和华还要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只要你们和你们的王愿意听从耶和华上帝的话，那么耶和华上帝要使你们能够平安度日，平安无事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们不听上帝的话，那你们就等着被修理吧。我们来默想，撒母耳他述说以色列的救恩历史，到底这和当日百姓的行为有何相关？那么对你又有何提醒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是信实的神，你的慈爱直到永远，你的信实直到万代。虽然我们常常得罪你，照着我们喜欢的去行，但是你的慈爱怜悯总是没有改变。我们感谢你还给我们有机会来亲近你，来侍奉你。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尊你为王，谨守遵行你的话语，让我们全心来敬畏你，尽心来服侍你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都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